譚振國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想跟進係編號138，都係我本人嘅提問。咁見到局方呢答覆度已經提到啦，喺北部都會區呢，其實係已經預留咗學校用地啦，係滿足新發展區嘅學位需求。咁我想請問一下，當局實際上其實係預留咗幾多間嘅學校用地，同埋有冇預計可以容納到幾多嘅學生呢？隨住古洞北啦等地係陸續都有住宅入伙啦，咁北部都會區幾時會有學校可以俾學生去入讀？咁等佢哋呢，其實都唔使係日日去跨區返學。另外呢，我都想跟進一下139，亦都係我本人嘅提問嚟嘅。咁局方就話啦，取消咗2500蚊嘅學生津貼之後呢，咁每年係可以慳返20億。就可以將資源啦投放喺最需要幫助嘅學生身上。咁想問一問局方，會唔會可以交代一下呢20億重新分配之後，其實係用咗去邊一啲地方去幫助學生呢？其實中小學嘅書簿費呢，講緊每一年都5-6千蚊。咁對於70%啦係冇份攞呢個書簿津貼嘅基層以上、富裕以下嘅學生家庭呢，其實都係真係好重負擔。如果屋企多一個小朋友嘅話呢，咁每年更加係過萬蚊。局方有冇其他嘅計劃係幫呢啲學生係減輕佢哋嘅書簿開支呢？唔該，主席。局長。係，主席，就住第一個問題呢，北都嗰個發展呢，我哋其實呢就冇話係以院校嘅數目去規劃嘅，我哋主要係預留咗，即係頭先提到啦，係隨住3個片區呢，因應唔同嘅時段呢，我哋預留咗大概100公頃。咁洪水橋下村呢個新發展區呢，目前嚟講呢係預留咗9公頃，而喺呢個牛潭尾呢，就係預咗52公頃，新界北呢係40公頃，分別咧就係2026年年底啦、2028年啦，同埋2030年呢就會有土地推出。咁所以呢，我哋咧會因應住，即係院校咧，其實就唔使話即係唔係好似戒豆腐咁樣咧，就係大家一人一格咁樣，唔係用呢個方式。正如我頭先講咧，係要同北都嗰個嘅發展啦、當區嘅產業啦，要有一個有機嘅聯繫同埋結合。咁所以咧，院校亦都係將自己嘅特色精專範疇帶入去。咁而至於咧，即係話，因為咧佢主要唔係愛嚟叫做拓展嗰個教學空間啊，所以我哋亦都冇特別咧就住嗰個學生嘅比例同個空間係應該點樣呢？係定一個嘅即係劃一嘅一個要求。咁所以未來主要就可能有啲係會做一啲嘅尖端嘅高端嘅實驗室啊。咁所以呢個呢，就係話嗰個師生人數呢，都係因應住實際即係佢哋院校要發展嘅項目呢而去定。第二呢，就係即係中小學嗰個配套方面啦，因為我哋都知道長遠規劃呢，北都係將會有250萬嘅人口啦。咁呢個呢，我哋都而家陸續咧，即係話隨住嗰個，因為唔同嘅時間嘅房屋項目落成，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入伙嘅時間啦。咁所以咧，我哋會目前咧，我哋其實喺古洞北咧已經係即係有一個即係新嘅學校會係喺嗰度發展啦。咁另外亦都預留咗一啲嘅土地，因為當有一啲新嘅大型嘅即係屋苑嘅項目嘅時候呢，我哋都係按比例會有預留土地俾中小學去發展，咁要會因應當時實際嗰個學齡人口同埋當區嗰個學額供應呢，我哋去調整幾時會起額外再起新嘅學校，去用咗嗰個嘅建校土地。而第三個問題呢，就係話就住我哋嗰個即係20億元啦，咁嗰20億元我哋就唔係即係話攞嚟重新分配，而係呢一個係一個政府我哋嘅資源，咁所以呢，我哋總的來說呢，就我哋希望係精準更精準地幫助有需要個同學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哋都係愛嚟呢，就係提高嗰個教學質素。咁議員比較關心嘅呢，就係話我哋對於一啲即係有經濟需要嘅呢，點樣去善用而家嘅資源去提供更多嘅幫助呢？其實大家就住睇我哋今年嗰個數據都見到呢，雖然我哋係即係津貼嘅開支係一路隨住嗰個資源優化係有減少，但係咧喺學資即係學生資助呢方面嘅開支咧係持續增長。咁就住即係譬如以中小學為例咧，我哋除咗書簿津貼之外咧，我哋仲有車船津貼啦、上網費啦、考試費啦、課後學習同埋支援計劃啦、呢一個優質教育基金提供嘅電子學習撥款啦、在校免費午膳啦，亦都有好多其他相關嘅即係支援嘅即係資助嘅
嘅項目。而另外咧亦都係呢啲嘅幫助咧，亦都涵蓋另外嘅，即係譬如喺幼稚園咧，我哋有嗰個幼兒中心嘅學費減免啦、全免啦、就學開支津貼啦。而專上教育咧，我哋都會有嗰個嘅即係各種唔同嘅貸款同埋學費嘅資助。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全方位咧因應住咧即係同學嗰個學習需要啦，通過唔同嘅呢啲嘅資助計劃係去減輕家長喺呢方面嘅負擔。唔該，主席。